打咩流感針啊？休息多啲仲好啦。都冇用嘅，瞓覺啦。咦，點解會咁嘅？咦，我發夢啊，入咗個遊戲，流感先生幾多點？正喎！你以為呢個真係遊戲嚟啊？如果你真係中咗流感嘅話，你就會好辛苦，有機會入醫院添啊！快啲開始啦！嚟啦！1號選手奧地利，2號選手三甲，3號選手布吉島，4號選手四甲，5號選手維多利亞，6號選手克羅地亞。而家玩流感先生幾多點？排到12點，被捉到嘅就被淘汰。流感先生幾多點？8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流感先生幾多點12點。12點。計漏咗樣嘢，因為佢覺得自己唔會死。如果真係會死，佢哋打咗啦。就係因為你哋冇打到流感疫苗，你哋受到病毒感染。我而家就幫你哋打返支流感針。哇！我復活啦，冇事啦。問你知驚未？仲快啲嚟打針！早打流感針，健康又安心。耶！